继续来看台南市查到第三件居家检疫违规的个案。这个姓花的小姐，这个月月初经由小三通入境，照规定要做14天的居家检疫。原本到明仔载就会当解除监测，但是昨防疫人员找无人，民政局马上就来公布伊的姓名甲居家的地点。刷来透过警方甲卫生局来追查，结果伫咧新竹找到人，随家送病院来做检查，确认无发烧等等的症头，最后由防疫人员甲带转去台南，确定要甲罚款15万。台南市查到第三件违规居家检疫个案，一名花小姐，这个月初经过小三通入境，需要居家检疫14天，原本到19都会当解除监测，但是17会知影，防疫人员透过电话二处联络，拢联络袂到。17暗决定公布这名当事人的名字、居家检疫地点、入境方式、结束检疫的日期，请大家帮忙找找，也去出动警方追查，总算伫新竹找到伊，由防疫人员送往当地病院进行检查。居家检疫的个案失去联系的话，那我们会请警政机关、民政机关帮忙协寻。那如果走完所有协寻的程序，再没有办法联系到的话，我们会公布他的姓名以及所在的行政区。那如果经过再一段时间的没有办法联系到的话，我会公布照片。台南市目前有1000外居家检疫个案，但是违规拍走总共3例，进前的2例，一例伫调查中，另外一例甲这位花小姐确定拢因为明显违规，伫检疫期间离开厝，所以遭受重罚15万。提醒需要居家检疫的民众，特殊的时期一定要遵守规定，以免被罚。